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大家返嚟 Angel 睇樓團啊！今日我會帶大家嚟睇一間位於 Richmond Hill Dorncrest 社區 Highway 7夾 Leslie 附近嘅一間傳統雙車房獨立屋，23號 Red Oak Drive。業主於2022年幫間屋由外至內做咗唔少嘅翻新升級，包括有全新車房門、全新屋頂、新開嘅天窗，幫助室內盡採自然光線。入到嚟室內，首先玄關位有盡顯豪華大方嘅17尺樓底，然後一眼就望到全新升級嘅橡木樓梯。業主亦將一樓原本嘅舊分隔式佈局打通做開放式設計，空間感十足啊！嚟到廚房，大家可以見到，主要係採用咗灰色倒頂櫥櫃配白色台面。灰色本身就俾人一種優雅大方嘅感覺。倒頂櫥櫃可以充分利用垂直空間，提升儲物容量，同時亦都唔使擔心櫥櫃頂積塵嘅問題。白色台面顯得乾淨企理，超符合現代簡約風格嘅家居設計。一樓仲設有獨立書房，所以就算你工作到3更半夜，都唔會阻到屋企人休息。呢間屋嘅1樓、2樓均為8尺樓底，室內面積約2800尺。2樓一共有4間睡房同埋3個洗手間，其中2間係套房，另外2間就 share 同一個洗手間。唔知大家有冇發覺呢個單位除咗全屋鋪設 Engineer Hardwood 升級燈飾及射燈之外呢，業主仲將全屋嘅門、地腳線，甚至乎連燈掣都升級成灰色調，打破傳統設計風格，營造出高層次嘅居住氣氛。講到呢度又差唔多啦，以下我會列出有用嘅細節資料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感興趣呢，歡迎通過 WhatsApp、WeChat 或者 email 聯繫我。我係安省全職地產經紀 Angel Yu， 擅長買賣租現樓及新樓花物業託管，為你提供最貼心嘅服務。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